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三甲来看，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咱拢真熟。耶稣讲天国亲像啥？天国亲像某人有两个囝，细汉的竟然伫某一个时阵，直直对伊的老爸提出一个要求：爸啊，将我应得的财产的部分，我的部分，给我。圣经真紧就讲，老爸就照细汉囝的要求予伊，但是这跳过一个真大的 conflict， 跳过真大的一个冲突的点。伫古早的时代，老爸要将财产分予囝，拢是老爸死了后才分予囝。竟然这个老爸身躯也佫健在，囝竟然提出这个要求，把我应得的份，甲我应该得的。老爸老母的财产，什么是你应得的？所以这个细汉囝实在是一个恶逆不孝，然后直直甲老爸逐日吵，吵到老爸切心，就出在意去啊！所以伫遮伫咧讲，着圣经伫咧讲，着老爸就将细汉囝要得的份业就分予伊，迄是出在意去啊！迄是老爸切心啦，无拍算对这14节讲，无久了后，这个细汉囝摕到伊认为伊应得的份，我想这是一个大的份业，伊就出去招伊的朋友，去找女朋友，然后伫外口到处算账，这钱真紧就算了去。遮讲圣经讲，上帝的国，亲像有一寡放荡囝伫这个世间，定定对厝内不平，定定对父母的存在有真侪的挑剔，带袂牢老爸的家。无论老爸老母安怎甲苦劝，哪苦劝就哪发作。哪可能两代的关系就哪紧张，所以到尾啊，老爸切心讲出在伊啦，看要安怎弄好啦。所以这个放荡子的故事是伫这个做背景，无拍算这个细汉囝出去讲，伊掠做伊家己有能力，掠做伊家己会当摕到这个钱，搁去趁搁较侪钱，伊会当真自由伫父母无管的下面。真自由，开创伊人生的新的一代，无拍算毁了啦。世界的变化，佫超出伊所计划的。讲伊家己失落一切所有，拄佫拄着迄个所在，佫有大饥荒，也无头路，规工伫外口咧嫖赌饮佚佗，然后拄着大饥荒。遐个朋友走了，伊毋知要安怎活落去，所以讲到处踮咧共讲问讲，我会当有啥物工作，有啥物工作，到尾也找无，人就叫伊讲，无你去甲我饲猪。一个写囝怎后来伫大饥荒变动、世界的变动，怎去共饲猪？结果迄个人佫无照应该有诶，佫无予伊，所以伊就要甲讲摕猪诶。豆芽，猪食豆芽，猪会食迄个番薯藤，猪会食番薯。阮这拢饲猪大汉囡仔。细汉的时，老母讲叫阮爱番薯沙沙的摕去互猪食，囡仔咧当咧大腹肚枵，那么摕到一半番薯，摕到一半就紧爬几个，紧踢咧，走互猪食。所以，甲猪咧抢食，这是好命囝，也佫有三顿，佫会当甲猪抢食。迄是啥物物件拢无当食。久长伫遐，规身躯臭干干，佫无有正常的收入，生活真歹过的下面，伫遐互人踢笑，伫遐互人看轻，伫遐都失落应该伊存在的尊严了。
加圣经讲17节讲，他醒悟过来。拄啊，伫迄个人生上苦难的苦楚的时，他醒悟过来。这是圣经的内面一个真要紧的用词。伊醒起来，讲伫我老爸下家有偌侪请工，我要伫这个遮饿死吗？我老爸下家有侪请工所食的有剩，我要伫遮饿死吗？各位，咱人生有当时啊，若顺境的时哦，顺境的时有当时啊，咱拢怎啊直痴迷落去。反而是真侪人生拄着大代志的时，人生才拄啊伫遐，你有法度通咯。迄个艰难困苦、苦难的遭遇，拄啊，互你有机会通做一寡，对一寡人有打醒的作用。所以咱的圣经佫讲，万行事道道来，要互听主的人安怎得到利益？万行事的意思是讲，不管是好事，不管坏事，不管任何什么事。凡事，任何事的存在，有可能拢是咧叫醒一个人。但是，迄个任何事的存在，无拄拄，有的人顺境的时跋倒，有的人拄着苦难的时失志去。所以，有人是伫好的时，伊也失落去；歹的时，伊也坠落去。有的人亲像即个浪子，凊彩开始伫因兜拢好势好势，逐个人拢真好势，伊嘛嫌东嫌西，嫌东嫌西。注意伫咱的性格里面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？你怎么人生生活有真侪人就是拢真欢喜，但是有一寡人就是真敖，嫌东嫌西，逐项拢袂好势。啊，即个前即个放浪子，就是即个情况。老爸安怎甲伊讲，伊就哪讲，伊哪跳过去，哪甲话两个关系哪啊？即马到尾啊，伊家己出去了后，即马他醒悟过来，伊去想着老爸的家，伊去想着伊老爸的家有温暖，有通食，逐项够遐。所以顶礼拜咱伫咧讲，上帝的国在某些人身上继续在运行。到今天，上帝的国、上帝的爱，仍旧在某些人身上。但是事实上，敢干了某些人，上帝一听是每一个人，只是某些人会被叫醒。这个边这个人，早前迄个环境伊不满，但是后来的苦难反而叫醒了他。所以这是通欢喜的代志。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醒悟过来，都为之不晚，都为之不晚。感谢主，伊醒起来，伊回头了。这个互人回头，迄是一个内心的声，内心的声直咧呼吁。真侪时阵，咱咧讲一个人，毋通伤过劳碌，互一个人的心脏浮起来。咱真侪时阵有真侪宗教、真侪哲学、真侪心理学嘛咧叫人都爱安静、爱默修、爱祈祷、爱各种的，迄拢是咧修心养性。拄啊，迄个时间你有方唤醒，你家己听到你内面的声，这是一项。有当时啊，有的人会去听别人的一句口劝的声，甚至在责备责问当中，他会听到某一种声音，唤醒的声音。但是有一寡人，佫较安怎，什么拢听无，别人安怎口劝拢无效，道理安怎听，圣经安怎，然后祈祷外口祈祷，拢无效，这个人拢袂醒。那这个才伫咧讲，有一个人，某人有两个囝，有一个放荡，有一个没有放荡；某人有两个囝，有一个醒悟过来，另外一个没有醒悟过来。即摆伫咧讲，上帝国亲像安尼，上帝的神教伫你甲我的中间，伫咱的中间。特别来讲，咱是一个集体 （collective personality）， 咱即摆来讲 individual， 这个声，这个神，在你身上，在我心里继续在动工吗？咱今仔日毋望这个临到伫咱，这个放荡囝伫外口迄个 bad news is good news。伫迄个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伊讲
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所以醒悟，然后可以有一个动作是起来。所以伫这个才咧讲老爸，然后咧讲我，然后讲罪。咱顶礼拜咧讲，咱伫咧讲到耶稣伫咧讲爸啊，愿你的名圣。爸啊，才咧讲老爸。这个老爸就是天顶的天父，对天顶的上帝，天上的父亲。父啊，我。这个醒悟过来的人，他确认你自己是一个软弱软弱、无助无能，是一个败坏的个体。我得罪了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人，我得罪我的老爸老母，我得罪这个家庭，我有真多伊看到伊家己的不是。迄个时变得出去的时，拢是我是，别人都不是。即马伊倒转来醒悟过来了后，我真的不是。所以，拄啊，伫这个醒悟之前的一个人，甲醒悟之后的一个人，迄是完全人同款，但是心灵状态已经完全无同去了，完全无同个。这个人欢喜回过头来走向父亲，走向父的家，然后伊真正都毋那干那安尼想，他又有行动。咱顶礼拜咧讲到撒该，撒该嘛，伫伊的人生拄着大难题的时候，有一项，伊得到救的一项。他行动，伊采取行动。伫咱的人生，咱嘛有拄着真多，咱家己生命中有一寡难题、困难、怀疑，拢不要紧。但是拄着这些困难、怀疑、想不通，你是怎样克伫遐？而且你有什么行动去想要去突破、找答案？我望咱每一个人伫咧追求真理的人，追求真理的人，是一生都带着。追求、探究真理的本相，然后你直直行入去。OK， 真理若是真，伊唔惊你找；上帝若是真，伊唔惊你问。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真的一生带着这样求道者的心，把这个囡仔、这个晃动的囝，伊个人起来，走向父亲，走回家的路，然后伊真正。当伊真正采取这个行动的时，伊就想讲：从今以后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你雇工的一个吧。因为我老爸的家遐有足侪请工，因为食面有剩，我竟然要当遮饿死吗？不爱，我要起来。伫咱人生拄着真侪袂明白，拄着真侪艰难困苦，特别拄着这个社会。一寡艰难是特别，互人侮辱，互人无谅解，互人拄着什么的事，无要紧。迄有当时啊，对一个有心敲找真理的人，搞不好那是一种呼召的声音。他要把你从那里给招出来，归向父，归向上帝。在上帝那里有答案，在父亲那里有答案，因为那里有爱。所以，才咧讲到这个老爸，等于真正倒转去老爸遐，老爸就看到这个囝，老爸就看到这个囝。你若看到这有年纪的人，目睭逐个人拢看，直直洗去啊，直直看无啊吼。啊，这老爸伫囝转来到老爸就看到，表示啥？这个老爸伫厝内。日思夜想，伫咧想伊的囝。囝，你即马伫倒位？囝，你即马好无？囝，你当时会倒转来？老爸他妈直直他妈伫咧等待。个人囝转来啦，老爸看到，迄是看到即个老爸真担心，即个囝伫外口的状况，一心一意望即个囝真正有一日会当回头倒转来。所以，咱的广告的中间有一句话伫咧讲，要为家人留一盏灯。有当时啊，一个囝伫可能是14、15岁的时唔听话；有当时啊，伫18、9岁、20几岁、30几岁的时唔听话。但是当时呢，醒悟过来的时，让醒悟过来的孩子还能够看到这个家有一盏灯是在等他的。我想这个就是这个，
真侪物件，圣经早都拢伫遐伫咧甲咱讲，叫咱都要避办，不要对任何人绝望。你可能有失望，但是不要对任何人绝望，给他机会。这是咱的圣经真要紧的，给人机会，上帝给人机会。等于真正倒转来采取行动，行回父家，回转回家。老爸目睭看到伊。就撞出去，圣经白迄个台语的圣经真趣味，讲就走出去，然后抱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针。唔通袂记老爸即个动作，讲走出去抱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针。唔通袂记即个囝偌久以前，才伫遐甲误虐，才伫遐糟蹋老爸，才伫遐直直当啊甲母甲查到尾来，遐钱开费了，然后即摆是规身躯臭鼓鼓，规个衫裤破鼓鼓。老爸拢无计较遮个，老爸心内敢若伫咧想讲：囝，你倒转来啦！囝，你倒转来啦！讲抱伊颔棍，直直甲针，一直包他的景象，连连亲他。圣经说，这个就是上帝国。圣经说，这个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上帝，我们的神就是这一位神。但这个动作，佮引起囡仔伊家己更较大的自责。父亲啊，天上的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迄个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常常面对上帝，要有这种，我真的不配，我不配。上帝啊，我真的不配，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你才会这么疼我？才会找你的囝耶稣基督来接近我，要救赎我？我不配。因为我们一生要有这样常常存着这个谨记，我真的在上帝面前，我是不配的人。囡仔是这款呢？放荡、失败、失去他在这个父的家，原本是一个很贵气的，是一个阿虾囝，即马竟然落魄到这个情况。等于倒转来是老爸无讲半句话，老爸活心对伊的厝内的仆人讲：紧啊，来啊，来人啊！紧去带伊去洗身躯去洗澡，洗好，摕上好的衫甲穿落去，摕手指甲挂落去，摕新的鞋甲穿落去。这是一个什么动作？你仍旧是这个家里的人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你仍旧是这个家的人。这个家永远爱你，这个家的门永远为你而开。一个浪子回头，老爸心内感到欢喜的是讲，我要重新确认你，我 reaffirm 定心确认你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人。所以衫穿手指挂，古早的人若咧做什么有权力的人咧创什么，都弄一个手呢，弄一个印啊，死哦！伫咧甲人谈生理，死哦！这个就是迄个。好野人的阿西阿囝，表示你伫真侪时阵，你是这个家庭的囝儿的一个。这个家庭真侪时阵到外口来交接什么物件，你的囡仔长了有效，你也佫是代表这个家庭。为清了你是这个甲奴仆是分别的，所以保罗伫罗马书嘛，甲咱讲，咱对当开始，咱无受称做奴仆。咱已经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圣神已经甲咱确认讲，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，转来伫上帝厝内的囝儿。啊，这讲伫上帝国，所以身份再度受确认了后，老爸讲：来啊，咱就三甲来庆祝，要为着这个囝，甲厝内上肥的牛砍来抬来吃来快乐，因为老爸爱看到的是这个家的团圆。这个家团圆，我的囝是失而复得，死搁活，
死了，搁得到何等的水？上帝国，上帝国亲像这个故事。总太兄伫咧读，迄个什么呀？荣格的册，《Red Book》底下伫咧讲，内面有一句话讲神话。神话是什么？神话就是现在活着的现实。其实神话，其实就来显明大家人的生活的状态。大家人生活的状态，用神话的故事把它写出来。天国的状态，就是用这个龙珠回头给写出来。这个看到上帝的国度、上帝国，伊伫咧期待每一个所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百姓，拢有迄个机会醒悟过来，回家面向天父上帝，然后真的走回家。等你若回头，伫基督内面要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一个回头了后的新生命，伊的确是一个以父为家的人。然后回来到伫厝内，伊是用上帝用老爸的旨意做伊的尊坛。所以这是耶稣一世人立爸上帝的家做伊的旨意，用上帝的旨意做伊生命的意念，照安尼去行，实现上帝的旨意。然后伫这个中间和解、和睦、团圆，是一个真要紧。这个龙主回来了后，伊甲伊老爸和解啦。这个龙主回来了后，厝内三甲伫遐咧庆祝，因为因有一个真和睦团圆的家庭，重新再重建啦，重新找到啦。所以，这个回头了后的生命，这是上帝讲日日伫咧期待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就是咧召唤每一个人回家吧，回家吧。上帝盼见囝。这个龙主醒悟过来，真正入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耶稣教咱一个祈祷讲，恁逐摆祈祷的时就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所以，这个回头悔改了后的龙主，伊一心一意会学着耶稣迄套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遵行天父旨意，一生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。通过一个人的悔改，带来一家的祝福；通过一个人的回头，然后咱会看见讲，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这个人伊带来一片的新的光彩。咱来咧讲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伫咧讲，什么王是好，什么王是歹，什么王好，什么王歹。其实旧约的圣经毋是咧看好的王、歹的王，是旧约的圣经没有用道德，没有用伦理道德来看这个王。旧约的圣经咧看一个人好，一个王好啊歹，敢若看他心里有没有敬畏上帝。因为一个人若有敬畏上帝，伊心内心思意念慢慢会理清，伊的行为慢慢会被调整。圣灵伊若敬畏上帝，上帝的灵会伫遐慢慢调整这个人。伊读册圣经，圣经本身会变做伊活命的册，会变做伊新生命的源头。所以，咱用华语斗阵来甲这段圣经读一下好无？遮伫咧保罗伫咧讲着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的人生开始有一个使命，他有一个使命。来，咱斗阵用华语来读一下好无？预备来。所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上帝，
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。在基督里面，咱拢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这个新创造的人有机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名，甲上帝和好。那刚这个浪子一回头了后，伊甲伊老爸和好，然后这个唔那干那安尼，没有停在这里。这个使命就是，咱爱个正做去带人转来甲上帝和好，讲这个职分今天交给你，交给我了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有责任，互咱身边的人，互咱身边的人，借着各种环境，把人带回到上帝的家里，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互因有机会跟这一位上帝和解、和好，然后让这个家更圆满。这是咱的责任，愿上帝帮咱。等下咱要守圣餐，等一下我们要守圣餐。好像咱伫这个家，这个圣餐暂时先给受过洗礼的人，受水礼过的人，咱等下咱三甲来领受耶稣的邀请。这个圣餐表明咱的纪念耶稣，纪念耶稣伫上帝国内面的疼，纪念耶稣基督为着救咱、赎咱的罪，替咱死伫十字架顶。互咱有机会真正会当甲上帝和好。后礼拜当时我会当继续发落讲，甲上帝、甲人和好、甲上帝和好这个信息，嘛通过这个伫地上，唔通看到这个呢。古早几千年前，这个社会是分离的，老板跟工人没有一起吃饭，男人跟女人没有一起吃饭，这个社会是被分离的，党派使得把人分离。各种社会的制度、现存的一些社会阶级，把人都分离了，都拆开离一离。然后这个圣餐，你也当看到人的背景，几千年来，在教会里面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圣餐，把主人跟仆人借由圣餐联合，男人跟女人联合，罪人跟义人联合。这个圣餐本身，不管你是谁，所有人归入耶稣名下，你就是这个天国家里的一份子。不管你是谁 ，We are one。所以美国的宪法底下 ，We are more equal。对上帝遐来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无论你是啥人，咱拢是平等、生而平等。我想这种对圣经来启发，迄毋是简单的一条路。历史是一个真长的启发。然后愿上帝毋但互咱信，咱真正照安尼去行，我们成为一个实践天国旨意的人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，我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你互阮的话。圣经就是生命的粮食。上帝的话养育了我们，唤醒了我们，让我们心里的灵与上帝的灵能够契合，让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能够与耶稣基督的国度相对焦。感谢上帝，应听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为着阮举行一个最后晚餐，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耶稣做了这个最后晚餐，为我们世人预备了一个和解的道路。感谢主，然后阮用悔罪的心，用感恩的灵，我们要预备自己进入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圣餐。愿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动工，
盼望每一个人，我们就现在就像那个浪子，我们要醒悟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迎见上帝的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